后来，过来这件是这个色狼利用手机来传送到本雅的相片，甲女性来骚扰。有一个女性客坐台北坐稳，常常发现家己的手机跳出来 AirDrop 的通知，这是手机一种网络的服务。这个女性客手机跳出来通知，讲有3份人来分享到相片给伊，点开一个看，竟然是男性的艺术。本雅的相片，这个女性客怀疑就是坐伫伊的正对面，当咧背手机的男性客团的，所以马上来报案。警方嘛顺利抓到这个嫌犯。不过这种科技性的骚扰，真歹来预防，要安怎自我来保护呢？来看咱这个报道。穿白衫查甫人鬼鬼祟祟行入车内，坐车过程中一直咧看手机确定讲对面的女乘客已经收到伊本雅的相片了，就赶紧落车来看这个代志。7月7日下晡2点多，嫌犯甲被害人做伫捷运景安站上车，相片一个传刷，就赶紧离开现场。这个小姐收到相片了，惊一跳，赶紧报警。2只 iPhone 手机9公尺内可快速传送大量资料。近来在捷运上发现有民众试图对不特定 iPhone 使用者以 AirDrop 功能发送猥亵图片，试图性骚他人。发达的科技，说好有心人士利用这款的方式买使性骚扰。觉得很恶心，觉得很可怕，就是收到很奇怪的照片。那他本来以为是他自己的手机中毒，我觉得会比较难抓。你要怎么去查询它是哪里传来的？对啊。因为那个 AirDrop 应该是用蓝牙吧。科技性骚扰防不胜防，但现在有一招可以自我保护。拍开设定入到 AirDrop 页面，点选只限联络人，就袂去接到请人发的消息。另外坐车时，嘛要注意边的环境，将车厢号码甲记起来。上较要紧的就是，若是真正收到请人私密的相片，一定要赶紧遵正通报站务人员。警方嘛提醒讲，这款的骚扰行为已经违反散布猥亵物品罪，还有性骚扰防治法，上重会使处2年有期徒刑加10万块的罚款。